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示範走馬哨錘，補上中下三腳，就睇對方個空位啦。咁有兩種嘅走馬哨錘，就係、主動嘅走馬哨錘同埋被動嘅走馬哨錘。我會示範左右裝，示範俾大家睇。而家用左裝咧，如果呢個對手喺你前面咧，如果你主動咧，你就上步插錘啦，跟住你就走馬哨錘啦，跟住開步低腳、中腳、高腳。咁如果係右裝咧，一樣啦，你上馬插錘啦，走馬哨錘，低腳、中腳、高腳。呢個就係即係主動嘅走馬哨錘，跟住示範嘅咧就係被動嘅走馬哨錘，即係話對方衝埋嚟。如果大家同一直線，佢衝埋嚟，你就撞打啦。佢衝埋嚟，走馬哨錘，低腳、中腳、高腳。右裝一樣，佢衝埋嚟啦，走馬哨錘，低腳、中腳、高腳。你當然可以用側撐啦，或者補錘、拳腳爭膝都得，就睇你個對手，睇你個距離，同埋睇你自己啦。多謝。